Hello，大家好，我係夢回養髮家琪姐，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點解做白頭髮養黑一定要掹白頭髮呢？老話說一個蘿蔔一個坑，話掹白頭髮係為咗新生嘅頭髮騰出生長嘅空間，其實原理係毛囊入邊嘅黑色素細胞淨係喺頭髮生長期先會參與黑色素合成。掹咗白頭髮嘅髮幹，可以令到毛囊進入休止期脫落，空出位置之後呢，後續嘅養髮呢，營養先可以俾頭髮更加好嘅吸收。而且專業嘅掹白頭髮呢，淨係去到髮幹同髮根，會最大個程度避免傷到毛囊。咁之後針對性嘅做好毛囊嘅養護呢，幫助改善色素顆粒嘅完成情況，生長嘅髮絲先有機會慢慢轉黑。如果毛囊嘅問題冇改善，生長出嚟嘅頭髮依然就會係白色嘅。呢種專業嘅操作同屋企你自己隨意掹白頭髮係有本質嘅區別嘅。想改善白頭髮，一定要堅持定時定候頭皮調理。點讚收藏，帶你了解更加多嘅養髮知識。記得點讚關注哦。